近呢幾年，好多人都話呢個政府嘅管治已經完全唔掂，個社會已經去到禮惡崩壞嘅地步。各大部門都聲稱自己有巡查、有監管，但係好多嘅大問題都竟然發現唔到。究竟成個嘅玩法出咗啲咩問題呢？好多人話政府啲官又廢、又仆街、又黑心、又想害人、又蠢、又廢、又懶，講到啲公務員個個都十惡不赦咁樣。我今日想藉住呢個機會講下，究竟成個政府出咗啲乜嘢問題。我唔直接答大家，我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下。從前呢，就有間茶餐廳，呢間茶餐廳入邊有廚師、有老闆、有伙計，亦都有好多街坊嚟食嘢。價格低廉，啲嘢食都不過不失咁樣啦，一直以嚟都相安無事。直到有一日，有一個食客食完個揚州炒飯之後，突然間食物中毒入咗醫院。事後呢個食客同埋啲街坊就出嚟同個老闆對質，啲食客就話：喂，屌你老母！平時你個炒飯有啲咩監管㗎？點解可以咁都出事嘅？食到我肚痛。由於一直都冇乜事發生啦，個老闆根本完全都冇諗過要點樣監管個廚師，一直都由得佢哋。甚至乎個老闆可以話係完全唔知個廚房發生乜嘢事，淨係負責出人工。於是個老闆就話：得啦，咁我以後會得閒入去廚房望下佢哋做成點噶啦。啲食客聽完之後明顯唔收貨，屌撚晒鬼咁樣，打鑼打鼓話要將呢間鋪頭剷除，以後都唔幫襯。個老闆見到咁嘅情況，心知不妙，於是佢就死死地氣請咗一個食品安全專家出嚟，制定咗一個非常之詳細嘅監管方法。總之以後每10分鐘就要去度下啲食材嘅溫度，亦都會喺雪櫃嗰度加裝溫度監察器，同時都會要求廚師每隔15分鐘去洗手，洗手嘅水嘅溫度要超過攝氏50度，要拍片影相做證據，擺上 WhatsApp group， 並且要求佢哋每30分鐘就做一次爐具嘅清潔。啲食客聽完之後好似 OK， 但係又好似唔 OK， 之後再問：喂，咁你點樣確保佢哋做足先？都冇人入去睇住，佢哋都唔自律嘅。個老闆見到搞唔掂，就唯有應承請個經理返嚟幫手及住啲廚師。個經理要做啲乜嘢呢？每個鐘要寫一份500字嘅報告，講述佢究竟睇咗啲乜嘢，有冇啲咩違規事項。而且每一份報告每個鐘都要廚師、經理同埋老闆簽名作實。啲炒飯每日要隨機抽樣本送去個實驗室嗰度驗菌，睇下啲細菌有冇超標。佢講出咗呢個徹頭徹尾嘅監管之後，班街坊聽完好滿意，決定繼續幫襯，而個老闆亦都鬆一口氣。但係好明顯，間茶餐廳要嚴格執行以上所講嘅嘢，根本離撚晒地。但係由於承諾咗，所以所有嘢都要硬食。你估個經理真係好得閒，會企喺度睇住嗰啲伙計喺度洗手，用熱水度啲水嘅溫度？佢邊有咁多時間？個經理其實都只不過係打份工交功課。佢嘅 KPI 從來都唔係碟炒飯有幾好食，間餐廳係咪一間好嘅餐廳，而係啲文件係咪齊，啲 report 係咪要交齊所有人嘅簽名。過咗一排，有個食客投訴，佢話佢見到個廚師入咗廁所屙屎屙咗30分鐘，咁代表啲乜？代表住佢做唔到每15分鐘洗手呢樣嘢咯。個經理拗撚晒頭，同佢講：喂，咁佢都唔係煮緊餸，佢屙緊屎喎，洗咩手啊？你都9唔搭8嘅。個食客就編咗成份程序出嚟，就話：我唔理，總之個程序就跟唔到，你要解釋你點樣監管不力。冇計，個程序就係大撚晒，個程序而家通晒天，全條村都知。都只能夠硬食。於是佢哋之後內部加咗一條規則，就係話即使你屙緊屎都好，你都要出嚟每15分鐘洗一次手。你話成件事幾撚戇鳩，但係只要你喺個制度入邊，你根本冇力反抗，連管理層、老闆都冇辦法改變任何嘢。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話：喂，你都唔 make sense 嘅，老闆點會冇能力反抗啊？老闆改一改條規則咪得咯。但係由於呢個老闆都係一個着重民意嘅老闆，佢覺得每次改一條規則一定要大部分街坊都同意先得。如果1個月之內街坊都冇反對，先至可以實行。你覺得啲街坊會贊同每15分鐘洗手係要視乎情況呢條規則咩？啲街坊唔會質疑呢個視乎情況，咪變翻做人質，咪變翻好似以前咁樣，你中意點就點，毫無監管。咁你點樣確保食物嘅質素？於是其實根本冇可能可以收翻之前定過嘅規則。咁最後班伙計每日用嚟煮飯嘅時間由以前嘅80%跌到得翻2成，剩低嘅80%時間做咗啲乜嘢呢？影相、影片、cap 圖證明你洗過手。每日10分鐘跑去啲雪櫃度度一度個溫度，寫低個數字落張表度。個廚房入邊有一半嘅地方已經加裝咗電腦，用嚟俾啲廚師同埋伙計嚟打 report。真正用嚟煮嘢食嘅地方已經所剩無幾。每日啲人用部電腦瘋狂打字，去打嗰份500字嘅清潔報告。而喺個 WhatsApp group 入邊，個 group 度不停咁樣追魂 call。喂，將溫度記錄差你未交？喂，你張洗手相點解冇時間嘅水印？成個廚房都已經冇人真係煮緊飯。大家估下個茶餐廳會變成點？
仲有冇人會肯幫襯呢間唔似茶餐廳嘅茶餐廳？喺呢個制度入邊，你得返兩個選擇：第一，擇善固執，認真100%做足啲程序，同埋煮好你個飯。但係結果就係你未出到第一份糧，你已經攰死咗，成間鋪頭乜都做唔到，廚房大塞車。第二，專業造假，用最短嘅時間求撚期做晒所有文，剩翻嘅時間就盡量煮好個飯。當然，所有嘅安全監管都形同虛設。你諗下，點樣隨機抽樣送辦去驗菌？咪次次都專登煮好嗰碟飯，拎嗰碟飯去驗咯。15分鐘影相，影完相之後連支梘液都唔掂，就翻去煮嘢。加裝溫度監測器，喂，梗係整壞佢啦！整壞佢，你咪可以人手寫翻個數字落去咯。因為如果唔整壞佢，只要過咗0.1度都好，一定會俾人問，到時又要交一份2000字嘅報告，解釋點解高咗0.1度。好啦，1個月之後，老闆收到一份成本字典咁厚嘅文件，每頁都完美，每個數字都喺安全範圍之內，所有嘢簽名都齊晒。但係大家包括老闆都心知肚明，根本成件事都係毫無意義嘅忙碌。講到呢度都仲未講，間餐廳反晒艇，個個廚師伙計都唔係做緊本業，而係打緊 report。啲食客可能等成個幾兩個鐘先至有嘢食。於是啲街坊一個二個喺度屌晒，就話：喂，呢班伙計都懶到出汁嘅，班廚師都唔係煮嘢嘅，日日返工就喺度 hea，都唔知做緊乜。其實問心，有邊個廚師內心入邊唔想煮一碟好嘅食物出嚟俾食客食，俾人欣賞？但係喺呢個制度之下，佢又可以點算？大家估下呢間餐廳最後仲會唔會有人幫襯？好明顯唔會，因為佢哋唔係食啲文件，佢哋係要食真真正正嘅食物。講到呢度，相信大家都明白成個制度嘅矛盾喺邊個位。究竟邊個係仆街？老闆好仆街？佢哋都只不過係要應付街坊一開始嘅訴求，訂立一啲制度啫。個經理好仆街？佢都只不過係要執行上面俾佢嘅命令，而喺佢眼中，佢都只不過係做好佢嘅份內事。廚師同伙計好仆街？唔敢做，基本上成個廚房都反艇，大家一齊攬炒，煮得難食，最多俾人鬧兩句，但係交唔足文件，分分鐘俾人炒。街坊好仆街？夾硬屈間餐廳做咁多嘢？佢哋有咩錯？佢哋都只不過係想保障翻自己嘅身體健康，咁都有錯？咁即係話其實全部人都唔係仆街，佢哋都只不過係做緊一啲自己認為啱嘅事，做緊嗰一刻最理性嘅決定。咁我想問個問題，究竟出咗喺邊度？大家覺得呢？留言話俾我知。我個人就覺得最大嘅問題就在於問責呢兩個字。一直以嚟我都好反對香港人成日都強調要問責。我意思唔係講緊公務員做錯嘢唔需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因為問責只會令公務員個心唔再放喺做好一件事嗰度。問責喺香港已經變成揾人孭鑊嘅代名詞。講得正確啲，問責文化只會導致大家逃避責任，好似只要做咗呢一啲形式嘅工作，個責任就唔再喺你個身度。大家細個有冇玩過七級豬？玩到最尾嘅時候，根本冇人會想儲齊嗰4張牌。因為大家全副心機擺晒喺令自己唔好做最後一個揞住個鼻嘅人，最緊要做齊嘢，唔好做錯。呢個現象，社會學家叫佢做形式主義，就係過分強調程序、規則、文件嘅正確性，而完全忽略咗實質嘅內容同埋目的。我哋每日花80% 時間扮嘢，結果成個社會就要食我哋用剩低2成時間心機煮出嚟嗰碟難食到嘔嘅炒飯。可能唔會食物中毒，但係碟飯就肯定冇晒靈魂。呢個就係禮樂崩壞嘅真面目，表面完美，內裏腐爛。不如大家都分享下你做過最極致、最離地嘅儀式性工作係啲乜嘢？係咪嗰份你寫完自己都想笑嘅 report？By the way，呢個 channel 係記錄一個垃圾中年公務員點樣唔甘心花一生嘅時間打一份連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緊咩嘅工，成為一個官僚程序嘅執行者，一生就咁就完結。去到65歲嗰刻回望，發現一生原來都白過。我要逃走，做翻自己真正擅長嘅事情，揾翻自己嘅價值。如果大家都想做一個有尊嚴嘅垃圾，歡迎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